观众朋友，54个苏台湾么？见到年头的时节，南埔六队天气也算年出名埔落的港的河坝省三家乡，直接看得到一种为大文化上满的头家的树诶，也如是苏台湾。苏台湾是年出名的主食之一。花莲县光复乡旧名按到马太岸，也如是苏台湾的意思。六队客家中因为将年出名部落，苏台湾也成为食材的一部分。不过，同年出名的料理方式无同样哦，尤其苏台湾猪脚、苏台湾排骨，和过去几多村外种的六队人归分享的家乡味。风吹啊歌，文化摇啊摇，睇喺度排完出传统风俗嘅故事，请看到农民身体几点做腊味，树木田嘅杂点，树嘅行嘅跳脚。这是新出来的，说是比那个白的好。所以以前你们都只吃白的比较多。白的。不是听说种这种树都要山坡地种比较好种吗？那个有风的吼比较好了，这样的很像在这个平地吼没有风，比较闷的地方不大好长呢，长得不好。迄个是讲种个河坝嘅时候，一看到啲风采时，佢清香然啊，佢翕相清好看，有啲开花时，佢黄花下嚟，哦，真係迷人。嗰度條啲船嘅時，有個跳往度啲船跳咩？沿江嘅啲船跳嘅樹跳嘅，本丹山接非洲印度嘅掉熱帶、亞熱帶地區，啲台灣各地一接上看得到落下嘅有人種，係排灣族、阿美族、卑南族一條傳統嘅主食之一。這個是我們從祖先一直傳到現在，這個樹豆我們還是在種，因為這個用途是非常好很多的用法，很多的那個做法，而且對人體來講是蠻幫助的，所以我們這個樹豆從以前一直到現在留到現在，我們都不敢放棄，這是我們一種原住民的一個很好的食物。排骨，说他要煮排骨。我們吃豆子就像吃飯一樣。傳統來講，排灣族嘅土樹條嘅西楚骨、姜麻、黃條嘅強下燉，個皮蛋整好嘅烏嘅也係神藥，做係一頓讚嘅強人下嘅料理，更加會按做用絲湯。下雨天我們去爬山下來的時候是很冷門，一整天這一次淋雨嘛，下來之後，都是家裡人一定要準備做這個，做磨很多的那個薑，加一點米酒，倒下去，回來就喝那個湯，吃這個樹豆，馬上就恢復正常。未來2無多10公里嘅灣曼內埔地區，行啲街路巷，一看得到樹條嘅豬腳嘅招牌，不過一片賣嘅樹條嘅豬腳，實唔係排灣族嘅料理，係六隊客人特有嘅。南埔嘅客人每年呢冬至後到清明前後，日頭嘅樹條嘅出產嘅時間，最清氣混食，傳承下來，更加能如果客人嘅話，本門可以潛入喺樹條嚟食得，更加能平地繼續看到，可以用原住民嘅產品嚟賣。客人如果入去兩個機會，菜苗香菜。專程來吃的哦，謝謝。專程來吃樹豆的。人生情況嘅新面店，只要當日要賣樹條嘅豬腳湯，隔壁連殺批到強面都走進來，當家嘅一大鍋樹條嘅豬腳嘅湯，就賣到搶搶。土薯貴落去呀，都看見下8萬錢煮飯啦，都是樹條嘅，都看還有馬個都拿肉啊魚段嚟食。鹹水狀嚟食，鹹水狀嚟食得太哦。不過傳統嘅客家菜都三無食樹條嘅，文史工作者認為，也係六隊客人學嘅原住民嘅飲食文化。我講人咧看法都講，也係食少嘅樹豆，台灣嘅原住民嘅影響，平埔族也好，排灣族也好，甚至於台東嘅卑南族阿美士，
也係我哋行人所受嘅影響，係一定搞我哋事咧。羅番客人咧真係羅番好食。就算開始食原住民食嘅薯條味，料理嘅方式還係維持客人嘅習慣。薯條嘅老主角也係排骨向下燉，食以前還要加蒜泥、鹽絲葉、胡椒粉一啲來調味，味道做得食得飽，還要落飯。不按那個按螺飯，啊，如果好吃，一聽到有蒜苗，那個香菜這樣子，胡椒粉這樣子，哎。但薯條味要裹到綿綿的，對不對？還有差不多薯條味裹到綿哈，要1點半鐘，1點半鐘，俺哋嗰個煲啊更高啊，做阿婆的要煲溫順的就是啦。順種嘅客人食法就羅蘭番啊，小嘅嘅薯條嘅裝配料裝好嘅羅蘭番落去安尼，佢先夾啊個條擺做些研究嘅做些開太白開去蘭番羅啊就可以很少個食，因為講先落菜啊，佢都好食安尼。薯條嘅特殊風味，也係依度喺到外莊嘅6對葉共同嘅美食記憶。3本20再試一下，回味一下。年輕人生嘅時都過好食咩？按將一道路嘅白米一道啊，那擺應該是應該嘅白米一道好食，那喺度嚟台北，喺擺古代時嘅米一道啊，我以為買送別人拿過一波啊呢。因為按樣，早期6對裝條嘅甜順盒，目前600也係荷包薯，都係種一條條嘅薯條嘅。有6、7份哦。有6、7份嘅冇，都種安尼200啱下呢，一行嘅都過嘅。200啱好嘛，200啱講280王咩哦？有啲安尼種得啱下呢，種嚟以為生得個啊，種1年啊會有樹神。木工啊，種了2、3年都有嘅啦。現今薯條唔是特別乾粒、較切，又要種啲排水較好嘅新排殼。嗰首薯條嘅主要係來自附近嘅來業、泰武，也係華東地區。一般我哋買啊一堆台東嘅關山佢有嘅原住民嘅山坡地啊嗬，個早熟、個排水個好，啊佢嗰邊嘅山藥個太，你哋如花蓮港福祥啲可以到，花蓮嘅屏東人啊嗬，就松柳也有，個嘅獅子乜啊，叫乜嘅香啊？松柳，過來又來年，嗰樣泰武上嘅銷量出產。原住民也唔係當大量嘅一種薯條嘅，係啲有限條嘅鋼鐵殼，即無同樣熟嘅時間，為合無同樣嘅作物嘅人，一年爭出嚟好雜嘅薯條嘅，一搶係最順合、最利把用嘅作物。我們為了要保留我們好一點的土壤。種一些比較好的樹，比如說地瓜啦、薏米啦，就放在種在這個中間的範圍。那這個樹垛呢，是因為它是比較生長的植物比較高，所以我們盡量避免不要那個影響到其他的農作物，所以我們就種在四周圍，當作圍籬。等條夾嘅熟嘅過後，原住民關頭幾條嘅薯條嘅斬下來。個用烤嘅方式拿到薯條嘅，唔過現陣氣候嘅異常，薯條嘅條夾嘅以小向下時節變薄，均可用手一夾夾嘅來炸。用手宰對，也有人工裁，因為這個不能用機器，用機器這個樹幹有什麼用機器去宰說，就是也是要用人工，去一個一個去拔起來。這個本來不是那麼麻煩啦，它是。要是一下子像這樣的話，一下子就黃了，就用刀砍，甩一甩就好了。用砍的話，你甩一下就好。天氣一熱後，它自己會爆開。一下鋪落嘅後生人，但是到外圍來食條路，留啲鋪落度嘅，但是老人家，故所做件乃唔好，按多工嘅細條。現在我們山地人都往外工作啊，年輕人都沒有，就剩我們老人家種啊。
你看，它一直滚下来，你看。因为产量有限头，故所原住民但是世界不卡适存的，掌握卖到平第一。目前因为产量的问题是比较少，所以除了我们保留我们自己供养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吃之外，有多的话比如说有20-30斤啊，或是有50斤啊多的，我们可以卖出去。故所蔬菜的产量是年4年的减少，蔬菜的价值向下从1斤50元边的，去到以下1斤减卖为200元，有时节还买唔到。有个招牌讲排骨蔬菜的地方佢就買，唔係講天氣熱是啦，冇啲模體位都冇，像人哋模體位啊，招牌唔敢揚出來，菜單唔敢揚出來啊，啲模體位咁就本身身咯，係，嗰當然嚟冇啱模式。蔬菜的模式有嘛个行销呢？有的人哈，全部一下都同买的人买50-60斤、200斤的，但有的朋友1年都买100斤的。有的明年都喺度分好的，100都2斤喺度分，3-4年都交回來。都更加話唔是去行銷，都可以全部獎把有個東西全部賣香香，但是量少。就算蔬菜的第6類體系按數度反映，實還係無辦法變作主要的經濟作物。當重要的原因就係產量太少，人賣的價值就算未及將近200元，不過市場價值還冇100元咁多，農民基本就唔想種嘅。為甲體的吼，種下來數冇500公斤，唔得上冇500公斤，唔過量價值都冇法出啊！一般的農民也唔會種。雖然種的時間輕處方，但是我們這個，因為我們不懂怎麼叫做研發怎麼叫做種更多的這些樹豆，然後跟大的公司來做這樣的那個合作合賣。照農糧署的資料顯示，蔬菜係當好的食補的食材。故說按多年來，有人開始推廣規條的蔬菜的功效，也係變作原住民手工藝品的素材之一，來幫蔬菜的整體價值變多，來向農民來種。伊啲鏡頭啊，鏡頭啊，大下搭奶嘅地方，過去年係條話放起來，那啲奶嗬裝起來去，洗槍來洗澡來，做乜嘅用呢？煮糖尿病。啊個羹啊有冇？樹羹啊，係用來做乜嘅？骨髓。因為一時咧下啲毛病嗬，儲存嘅骨髓啊，你講響落啊，翹骨啊，那樣子的。糖講嘅係天命。啊呀個葉唄。同佢發係製作。我本身是學美術的，那如果可以利用它的一些色彩去做一些工藝品的話，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蠻新的想法，而且我可以帶動部落的一些生機。一粒粒，有啲係烏嘅，有啲係紅嘅，有啲係黃嘅蔬菜嘅，漂洋過海來到台灣上見一擔，變做原住民留落對行業共有嘅飲食文化，食蔬菜嘅文化。一呈現台灣的族群特色。